又係我 Enjoy Boy 啊，啡人之道，享受啡人生活，嚟到第4集啦。香精咖啡呢個 topic 又係一個非常之燒腦嘅 item 啊！我哋主張都係以輕鬆為主嘅，如果講得出嚟就好似好嚇親人咁，但係唔講亦唔代表佢唔存在，所以我哋都諗用咩方法去同大家講翻個事實。其實只要我哋留心啲去分別，絕對可以有根據同有方法去避開揀到呢種豆，所以大家唔需要擔心。香精味嘅咖啡豆最主要係農家係採收咗之後係處理法嘅同時，又或者後期加入一啲香精去發酵或者改變咖啡豆嘅味道。或者我哋換個角度去睇，加入咗香精去發酵嘅咖啡豆，佢會凸顯咗某一方面嘅味道，而嗰個味道基本上係完全可以覆蓋咗咖啡本身嘅原味。Terrible！ 仲有一類就係完全用化學元素去溝出嚟嘅咖啡，咁呢樣嘢同咖啡原料冇咩直接嘅關係，所以我哋就唔講住啦。我主人建議大家可以避開踩到呢個地雷嘅方法，第一就係減低自己嘅好奇心，第二係增加一啲對咖啡豆嘅常識同埋基本認知。喺減低自己嘅好奇心方面呢樣嘢我哋又可以同大家分享一個故仔。我主人開始學炒咖啡豆嘅時候啊，當然會同時睇好多唔同咖啡嘅 channel， 當中亦都聽過好多唔同產地嘅咖啡含有好多種唔同豐富水果嘅風味，吸引到佢一邊聽一邊流口水，所以佢都感到好好奇，對水果風味嘅咖啡豆都充滿幻想。佢一開始選購咖啡豆嘅時候呢，其實已經好醒目咁揀咗啲美國亞馬遜叫做農場直送嘅咖啡生豆。經過美國亞馬遜採購翻嚟嘅咖啡豆，好多都受當地法例嘅管制嘅，所以一般市面流通嘅咖啡豆都會通過一啲唔同嘅認證，例如有機認證咁。但係呢，當時喺美國採購翻嚟嘅咖啡豆呢，大多數個風味呢都係傾向於堅果味、乾果味、朱古力味為主啦。因為呢，佢鄰近嘅國家呢係南美洲，即係摩洛哥、哥倫比亞同埋危地馬拉呢啲地方。話明係農場直送，呢個都無可厚非啊，因為隻腳就喺附近。So delicious！ 我主人當時都試咗都好幾款，無論覺得佢點好味都好難飲得出有啲咩水果風味。當自己接觸到嘅事實同睇到亞洲區啲 YouTuber 個 channel 描述風味有咁大嘅分別，都產生好大嘅好奇心。最後就佢都忍唔住鏟咗上淘寶八卦下睇下，唔睇猶自可，一上去睇，哇，精彩到呢，基本上你講得出嘅味道佢都會有，你講唔出嘅佢都可能可以整出嚟。而當時最吸引主人嘅係一款白桃風味嘅咖啡豆，當時順便都睇到一啲藍山嘅咖啡豆，佢係一間牙買加喺天貓嘅直銷店，假就應該揀唔到去邊度噶啦，但係價錢都唔係平。如果大家真係有興趣想小嘗一下，都可以去呢啲官方網站望一望。但係講翻我主人想試水果風味嘅咖啡豆啊嘛，佢最尾佢左揀右揀，都揀咗一間銷量比較高嘅鋪頭，買咗一包，個名都好巴士幣噶，叫做南美洲哥倫比亞天堂莊園百香蜜桃嘅精品豆，個名就水蛇春咁長，但係識路嘅朋友仔一聽到呢個名就知服噶啦。我哋頭先都講過啦，南美洲嘅咖啡豆風味同埋調性係堅果味、乾果味同埋朱古力味。佢依家話呢個產區有水果風味嘅咖啡風味為主調。如果你去考咖啡試嘅話，呢條題目選擇題就已經答錯晒啦。如果想咖啡豆包含水果或者花香風味為主調，一般產區最主要都會集中喺非洲地區，例如埃塞俄比亞、肯亞、盧旺達、塔桑尼亞呢啲地區。呢啲地區出產嘅咖啡豆個風味就係傾向於我哋香港人成日講嘅 fruity。產區決定風味，
其實大自然呢個因素都好難逆轉嘅。Yes, science! 據我哋認知嘅理解，咖啡豆處於生豆階段嘅時候，味道其實係好難分辨佢嘅風味，就咁聞好笑啲，仲比較傾向似龜糧嘅味道。咖啡生豆一般都係喺烘焙之後先會合成同埋產生各種唔同嘅風味，個味道係因為化合作用產生分化物，未烘焙之前係絕對唔會有呢個化學反應。講翻杯白桃烏龍茶，唔係，應該係話當炒完呢機淘寶買翻嚟嘅咖啡生豆，試味嘅時候佢簡直係一杯白桃茶，本身咖啡嘅味道係會收埋咗嘅。只可啦呢次，又嚟啲咁飄忽嘅嘢。直接啲講就即係桃味完全冚咗咖啡嘅味道，留翻個空間俾大家想象一下假到咩地步。所以好奇心呢就到此為止，唔敢再玩，冇再買嚟試啦。所以大家都應該都知道我主人冇乜腦嘅，所以咪中招咯。你又呃我？後來輾轉，經過一啲移咗民嘅朋友，識咗一間香港直接批發嘅咖啡豆嘅供應商，佢哋同時喺澳洲、英國同香港都有供應咖啡豆比大小型嘅商戶。佢哋嘅包裝一般都係以30公斤嗰種圓袋包裝。當時香港經濟環境仲可以嘅時候，我哋都可以隨意攞啲 sample 豆試烘試飲，試啱咗先再大袋咁買。亦都有幸因為呢個眷顧，我哋都試咗好多來自唔同國家產地嘅咖啡豆。越試得多，越令我哋明白，咖啡最濃烈嘅就應該係咖啡嘅味道，而一般經常聽到嘅水果風味，我哋作為一般人，要喺咁濃烈嘅咖啡味道入邊，再分得出包含有啲咩明顯嘅水果嘅風味，係好有難度嘅。以非洲國家產地嘅咖啡豆嚟講，佢哋一般都會包含豐富嘅水果風味同埋花香味。一般鼻哥比較靈敏嘅咖啡友，其實都會好直接咁聞到一杯沖開咗嘅咖啡，有啲果酸嘅味道或者花香嘅味道。但係你又好難直接講出佢係似乜嘢水果嘅風味，又或者似係咩花嘅類型嘅香味。咁但係點解有啲人會咁準呢？咁講得出咁直接嘅水果風味呢？咁個幕後功臣呢就歸功於一個叫做咖啡風味輪嘅嘢，其實都有少少出貓嘅。而我哋一般正常人要喺咁濃烈嘅咖啡味道裏面，要分清楚有乜嘢水果味同花香味，一開始就梗係難啲。即使我哋聞到、感受到咖啡係有好濃烈嘅果酸味或水果味、花香味，但係硬要我哋去分辨佢到底係屬於橙味、骨子類、菠蘿味，仲有一啲奇形怪狀嘅水果味道。其實唔係唔得，但係一定要訓練下先啦。我哋一般見到咖啡上面描述嘅 flavor note 就係佢嘅風味描述啦。其實基礎都係建基於喺一個叫做風味輪上面。學習分辨風味嘅其中一個方法，就係利用風味輪上面嘅分類同參考，作出最近似嘅判斷。You're goddamn right. 又離題啦，我哋遲啲有機會再講，或者簡單啲錄個 reels 同大家玩下。我哋逆向思維咁去諗，如果一般正常人咁容易就分辨到咖啡入邊咁複雜嘅風味，咁個個人都係品豆師啦，咁佢哋呢一科都唔使讀書噶啦。You're goddamn right. 我後生嗰陣時出去上咖啡師堂，唔係，應該係話我主人後生嗰時出去上咖啡師堂嘅時候，去到有一個環節就係玩咖啡豆聞香嘅遊戲。好好玩噶，就係一堆模仿咖啡風味輪上邊嘅香精，逐樽開嚟聞下、索下、睇下，估唔估到係咩味道？老師都有玩噶，不過最好笑嘅係個結果，我哋兩個全部都錯晒。希望大家唔好覺得奇怪。其實品豆係咖啡嘅專業，係一個獨立嘅科目。我哋將佢比喻成好似訓練緝毒犬咁樣，大家會唔會易明啲？嗅覺訓練呢樣嘢，第一係要經過時間嘅訓練，第二
都要睇下你有冇呢方面嘅天分同條件。Is that you or him? Him. Good. 咁如果唔係，大家有冇見過人捉隻八哥去做緝毒犬訓練呢？講咗咁多領嘢嘅經驗，你又呃我？唔係，應該話係寶貴嘅經驗。大家係咪已經可以消除一啲存在係咖啡界入邊五花八門嘅咖啡風味嘅好奇心啦？我返正題先，根據好多外國、亞洲，包括喺香港同台灣、中國一啲咖啡 YouTuber 嘅 Vlog 當中有提及到香精味咖啡豆呢樣嘢嘅，咁啱見到都係喺中國嘅 channel 見到，其中有一個令我好深刻印象嘅，亦都係令到我做今次主題嘅，佢提及到嘅細節內容呢，我就唔想大家嘥時間睇啦，總括下俾大家聽。個內容大致係，其實香精咖啡豆又或者加咗香精入去發酵咖啡豆呢個動作喺行內大家一早都知，亦都好常見，但係呢，佢哋唔認為呢個處理方法或者呢種產品有咩問題，佢哋反而認為因為一啲好特別嘅味道吸引咗一班平時唔飲咖啡嘅人中意飲咖啡，咁何嘗唔係一件好事？咁樣反而會令到個咖啡市場更加蓬勃。其實佢都冇咁好文筆㗎，係更加多人因為咁樣而中意入咗坑，對咖啡市場呢係冇咩負面嘅影響嘅，係正面嘅。大致上嘅意思係咁啦，就咁聽佢又好似大條道理錯唔晒咁。但係如果大家真係想深究佢係邊一位嘅話，我諗大家都唔使揾，因為佢都好耐冇 update 啦。但係諗深一層，我用緊一個買精品咖啡豆嘅錢，諗住買一個天然食品對自己健康嘅嘢返嚟，但係結果佢係後期加工製品。咁市場上面嗰啲即溶咖啡啊、3合1咖啡啊、無厘頭咗溝又溝啲咖啡啊，咁都買到啦。我使鬼用咁多錢去買佢咩？同埋一般人飲精品咖啡豆或者咖啡商業豆，都係貪佢冇添加、冇防腐、冇農藥呢啲咁嘅嘢，就好似我哋食新鮮生果同蔬菜咁。如果用買新鮮蔬菜嘅錢去買幾個罐頭返嚟俾你食，咁你制唔制呢？嚟啦，英雄，唔制，制啦，英雄，唔制。喺摒除咗自己嘅好奇心之外，我哋第二個方法就係增加一啲對咖啡豆嘅認識或者常識。喺呢度，我哋好簡單咁講一講，咖啡豆喺農家採收咗之後，一般都會進行咗品質嘅篩選。除咗揀咗啲瑕疵豆出嚟之外，對咖啡豆嘅大細同埋品質都會作出最少2至3次嘅篩選。咁當然，第一次揀出嚟嘅品質就相對一定會高啲。我哋咁樣簡單啲去理解，好似一啲靚嘅士多啤梨，佢哋想賣貴啲，一定會揀咗啲大粒啲嘅出嚟咁樣先。揀完晒，剩翻有一啲細細粒嘅豆，呢啲我哋俾個名，佢叫刺豆啦。啲有生意頭腦嘅人啊，就最中意用呢啲所謂嘅刺豆，佢再做一啲後期嘅加工，令到佢好味啲，市場銷售價值翻倍。所以大家見到一啲個樣睇落去樣衰衰咁，但係飲落去個就出奇咁好味。咁呢啲情況，大家就真係要衡量清楚有冇咁嘅可能性啦。Yes, sir. 最後我哋都想做少少總結，其實係好想幫我所提及到呢個香港咖啡豆嘅直銷商講翻句中肯嘅說話。嗱，唔係賣廣告啊，佢哋喺香港投入嘅資源包括咗銷售、倉存、數據同埋參考資料整理。喺農產地，佢哋都投入唔少資源去跟進當地嘅栽種同埋處理手法。當然有啲係大項目，有啲係小項目，但係無論點樣都好，你喺網上面都會見到佢哋記錄咗當地嘅收成、天氣、
風土同埋一啲佢哋嘅堅持，呢啲都係一啲品嘗咖啡嘅人背後好容易忽略咗嘅嘢。呢樣嘢亦都係吃力不討好嘅。但係深入咁去睇呢，你就會發覺佢哋係會將大自然對我哋最直接嘅一個饋贈，去直接傳達翻俾我哋。我就十分之欣賞佢哋嘅精神。我冇咩直接嘅鼓勵佢哋嘅方法，最直接嘅鼓勵就係繼續支持佢哋。真係中意咖啡，希望推廣咖啡嘅人，我諗佢哋都係想將呢樣大自然最直接嘅禮物去傳達、分享翻俾大家。咖啡係一種大自然最寫實嘅產品，推廣咖啡亦都唔係要誇大神化咗呢樣產物，都唔係要人哋盲目去推崇、去追隨呢樣嘢。資訊時代咁發達，當你真正了解一樣食品，佢嘅好處係多過壞處嘅，你先可以令人哋徹底信服呢樣嘢係好定係唔好，由心去接受呢樣嘢。好多謝大家支持，睇到最後，下一集我哋會同大家一齊探討咖啡豆失收同埋豐收嘅問題，同埋好多人成日講嗰句想飲翻以前嗰隻味。如果大家覺得我哋講嘅題材都唔錯，夠誠懇嘅，咁你就千祈唔好留手啦 ，click 下 like 下 subscribe 下，然後撳一下鐘仔啊！多謝大家嘅支持，我哋下集再見。Do it. Do it. Do it. 用研磨咖啡豆加上榛果酱和鲜奶，调出一杯350cc 的调味咖啡。而另外一杯只是简单用即溶咖啡包加上适量的咖啡香精，分作4小杯，请民众试喝看看。那右边比较好喝的举手。喜欢现磨咖啡的有3票，不过有一位把票投给了咖啡香精。因为这杯比较喝得出来咖啡。这个东西不够香，你反而觉得它不好。那一个自然的东西怎么会这么香呢？如果把咖啡香精拿来入菜，看看效果如何？把杏鲍菇各沾上了现磨咖啡和咖啡香精，分别来煮煮看。再请4位民众品尝看看，现磨咖啡和咖啡香精各有2票，平分秋色，但普遍认为咖啡香精比较有咖啡味，而咖啡香精有浓浓的咖啡香，其实很普遍使用在日常的食物中，不只是可以拿来入菜，就连蛋糕、冰淇淋和面包都有添加咖啡香精，增添风味。只是香精充斥在我们身边，除了味道，毫无营养价值，还是少吃为妙。